社会有温暖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吴尊贤基金会2年就会颁发一届吴尊贤爱心奖。12月19是颁奖典礼，今年总共有2个人一个机构得奖。行上台顶接受颁奖的这寡人，拢是长期关心弱势族群，无计较家己付出偌济的人。2年一届吴尊贤爱心奖拜四举办颁奖典礼，其中得到社会服务奖的陈在辉牧师，这30年来伫华东地区家人成立青光教室，伫囡仔放学了后陪伴因，辅导侪青少年也加入部落，解决部落的经济问题。我想讲无，我就来社会看卖啊，来庄口看卖啊，来部落行来看卖啊，看我有应该爱做的代志。但是安尼感觉人生是安尼是，你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意义，咱感觉活着嘛真欢喜，真快乐。也若同款伫花莲的黎明机构，即届得到慈善服务奖，因收容低龄障碍者、自闭症的患者，长期陪伴培养因发展工作能力。机构正做是这的身心障碍者的另外一个家，替这个家庭减轻照护负担。所以，阮也有安排一个庇护工厂，阮也有安排，互因住的所在有照护者，这拢是阮服务的行业。阮希望因将来会当独立，那镜头较轻呢，会当出社会，这是上好。所以看到他们的成长，跟看到他们的进步，我会觉得说我投资的青春跟投资的健康是值得的。而这十几年来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，每一步都很艰辛。得到公益服务奖的陈佩文老师，因翁仔某行入偏乡，家己总钱升入亲爱爱乐弦乐团，陪伴原住民囡仔学习音乐专长，帮助因建立健全的生活能力。吴尊贤基金会希望透过表扬，鼓励大家同齐为社会付出，用家己小小的力量关怀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